呢段影片教你喺睿捷雲上設置 LETP 用戶接入企業 VPN。LETP 係一種常見嘅虛擬私人網絡技術，結合點對點協議同 LETP 技術，喺公共網絡上建立安全嘅遠程訪問連接。LETP VPN 具備高安全性、靈活嘅身份驗證機制、多協議支持、高可靠性同良好兼容性。佢可以廣泛應用喺遠程工作、分支互聯同訪問內聯網資源等場景。基於 LETP 嘅用戶接入企業 VPN， 通常用於員工同客戶透過互聯網訪問總部內聯網，傳輸數據到總部內聯網，喺出差期間連接內部伺服器。為咗確保數據傳輸安全，可以喺客戶端同總部網關之間建立 VPN 隧道。以下圖顯示咗客戶端到站點 VPN 嘅典型拓撲。例如，總部網關透過其廣域網路端口與 IP 地址 172.26.6.190 同客戶端建立 VPN 連接。當用戶喺客戶端輸入用戶名同密碼並成功驗證後，用戶可以透過 VPN 隧道訪問總部伺服器。去睿捷雲官網，輸入用戶名同密碼，再按登錄。喺主頁上，點擊總部網關嘅目標項目，然後選擇配置、設備配置、網關、VPN。點擊 VPN 選項，點擊添加策略以進入添加 VPN 策略頁面。喺顯示嘅頁面上，開啟啟用。喺名稱欄位輸入 VPN 策略嘅名稱，或者你可以使用根據所選場景同 VPN 模式自動生成嘅默認名稱。將用途設置為用戶接入企業 VPN， 將配置方式設置為實際嘅 VPN 協議。喺呢種情況下，選擇 LETP。喺出口 IP 欄中輸入總部網關嘅廣域網絡端口 IP 地址或域名。客戶端將使用此 IP 地址或域名連接到服務器。喺本機隧道 IP 欄中輸入 VPN 隧道嘅 IP 地址。喺 IP 地址詞欄中指定服務器分配俾客戶端嘅 IP 地址範圍。IP 地址範圍唔應該同本機隧道 IP 地址重疊。根據需要打開流量控制，設置總上行帶寬同下行帶寬，設置每位用戶嘅最大上行帶寬同下行帶寬，展開高級設置以設置高級參數，或者你可以使用默認設置。點擊添加，點擊 VPN 帳戶選項，點擊添加 VPN 帳戶。喺用戶名同密碼欄中輸入用戶名同密碼。例如，將用戶名設置為 user1， 密碼設置為 admin123。點擊添加。然後，我哋將以 Windows 10客戶端為例，顯示如何喺客戶端配置 VPN。如果你唔係使用 Windows 10客戶端，請參考官方指南以獲得指導。登入客戶端，進入控制面板，點擊網絡和互聯網，點擊網絡和共享中心，點擊設置新的連接或網絡，點擊連接到工作場所。點擊下一步，選擇使用互聯網連接。喺互聯網地址欄位中，輸入總部網關嘅廣域網絡端口 IP 地址，即係喺睿捷雲上嘅出口 IP 欄位中配置嘅值。喺目的地名稱欄位中輸入一個名稱，例如 LETP 連接，然後點擊創建。返回網絡和共享中心頁面，然後點擊更改適配器設置。右鍵點擊 LETP 連接，選擇屬性，點擊安全選項，
喺 VPN 類型列表中選擇 LETP with ISCC， 選擇支持嘅傳輸協議。喺客戶端嘅右下角，點擊網絡和互聯網設置，選擇 LETP 連接，然後點擊連接，輸入用戶名同密碼，然後點擊確定。返回睿捷雲嘅配置頁面，點擊 VPN 在線用戶選項，以查看 VPN 在線用戶。如果客戶端同總部網關之間嘅 VPN 隧道已建立，但客戶端仍然無法訪問總部網關，執行 route@ 命令來添加靜態路由。若需進一步了解，請喺影片下留言或發郵件俾我哋。下次再見。